乡亲啊，这个新冠病毒嘛带来一寡正面的改变哦。譬如讲，这公共场所更加重视卫生，啊，搁譬如讲一寡旅游景点，食食大暝拢有拍折会当扣班机。心理医师讲，这个疫情总有一天会过去，逐工安尼紧张焦虑过生活，不如转一个心情去面对、去接受、去思考生活要安怎有更较好的变化。 这是德国有人伫阳台顶对你是讲暗时摕乐器咧自弹自唱。疫情让不少国家限制外出、宣布封城的同时，我们还可以像这样子自由外出。其实转念一想呢，生活中还是有不少的小确幸。知影什么时阵才会结束疫情，互民众产生袂少正路？咱实际来问民众，会发现其实这个阶段除了负面的影响，嘛带来袂少正面的改变。 住宿也便宜，到处哪里玩都便宜啊。比较注重卫生啊，你要卫生不好的，大家就不去了。某餐厅的业者就会讲，大号会当利用这个时阵来整修店内。我现在所推出的菜色这些东西，还有思考，就是说我要做什么样的调整。医师强调，即马这个阶段调整想法真重要。人有起有落，当你下来的时候，可以利用时间好好休息。 好好休息，把身体顾好，准备蹲着，以后跳起来可能会跳更高。过去排队的名店人潮减少真多，营业场所嘛加强消毒，比过去更加强调卫生。饭店嘛有袂少拍折和犹太。心理医师呼吁，有大乐就有大起，只要专念放松心情，等待疫情离开，苦愈加就跳愈悬。